大家好，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。今集我哋會深入分析上個禮拜加密貨幣市場嘅價格走勢，特別係要講下嗰個曾經精準做空嘅世紀巨鯨又返嚟啦。佢一夜就開咗個7600萬美元嘅特大空倉，市場即刻嚇到心都離一離。到底呢一個巨鯨嘅行動係咪預示住又一場大崩盤呢？上個禮拜比特幣市場真係可以話好戲連場，我哋見到大市突然急跌，價格一度回踩到接近嗰個令人心寒嘅低位，差唔多去到103500美元左右。呢個走勢有分析指同2021年5月嗰次世紀大閃崩之後嘅圖表形態極度相似。當年大跌之後，市場都係經歷咗幾次嘅回測，甚至跌得比最初嗰次急跌更低。不過歷史數據又話俾我哋知，雖然呢次係我哋見過最大嘅一次閃崩，但喺牛市入面呢類大波動其實係相對正常啦。從長線技術指標嚟睇，比特幣嘅大趨勢似乎仍然有支持。上次急挫時，比特幣曾短暫跌穿200日移動平均線，如果長時間喺線下，一般會視為趨勢改變信號，但好彩好快彈返上去，而家仍然企喺200日線之上。轉睇周線圖，價位仲係50周移動平均線之上。有分析指，只要50周線唔失守，牛市結構未斷，每次回踩都為長線投資者提供到唔錯嘅吸納點。不過短線波動仍然係今個禮拜最大挑戰。講到波動性，我哋一定要講下嗰隻令市場聞風喪膽嘅內部消息巨鯨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上次喺特朗普宣布加中國100%關稅前，佢神不知鬼不覺做空，之後大市就跌到一鑊粥。呢隻巨鯨又返嚟啦！佢啱啱開咗一個價值7600萬美元嘅比特幣空倉。更刺眼嘅係呢個神秘錢包到目前為止勝率係100%。同時間，另一條遠古超級巨鯨又喐手，早前喺大崩盤前2度成功大賣空，最近再轉走2000枚比特幣入交易所。分析指大機會會係現貨拋售。巨鯨動作會放大散戶情緒，但係要留意而家市場累積嘅空頭倉位曾經高達130億美元。隨住上個禮拜價格反彈，呢個數減咗大約50億美元，代表部分做空者已被逼平倉。經驗話我哋知，當市場處於極度恐慌或者極度貪婪，群眾往往喺錯嗰邊。再睇情緒數據，無論綜合指標定恐懼與貪婪指數，都仲喺極度恐懼區間。歷史上每逢去到呢啲位，好多時就係啟動大升浪之前夕，市場絕望，往往就係大鯨魚最開心掃貨嘅時候。今個禮拜我哋要盯實2條比特幣生死線，第一係10萬美元心理大關，呢個位同鏈上已實現價格下限重疊，而且365日移動平均線亦大約喺10萬美元附近。過去2年幾次提供支撐，一旦失守，恐慌會被放大。第二係105000美元。若回踩呢度出現假跌破後迅速收復，呢個位就會變成短線關鍵承托。結合最新周線圖，今個禮拜開於1086883美元，高見1088990美元，低見1074552美元。現時收於大約1088924美元，仍係105000美元上方震盪，守住就屬健康整固。以太幣方面，上個禮拜技術信號再度亮紅燈，從純技術角度睇，周線 MACD 已經轉紅，柱體最新回落至-42.79，藍線約395.09，橙線約437.88，屬於 MACD 線跌穿信號線之後嘅延續狀態。歷史上呢個形態往往係下跌反彈再下探嘅流程，過往跌幅介乎18%至80%。雖然今輪牛市落到2700美元嘅機率未必高，但3200美元同2900美元仍然係關鍵承托。最重要嘅周線生死線依然係4040美元。最新周線圖顯示，以太幣當前喺大約3959美元，暫時仍然低於4040美元，意味住短線仍需時間重建動能。上個禮拜反彈亦曾經受制於下降通道中線，其後一口氣回落測試至大約3674美元邊緣，貼近通道下緣。另一邊廂，美國財政部將扣押嘅數碼資產納入戰略比特幣儲備，一夜之間儲備量多咗64%，喺恐慌期再次提醒市場比特幣嘅戰略屬性。總結部署，雖然有7600萬美元超級巨鯨空倉同持續集盤壓力，情緒仍然處極度恐懼，但過去幾周嘅巨震已經清走大部分過度槓桿同弱手。今個禮拜焦點就係比特幣能否守穩105000美元同最終嘅10萬美元心理大關。只
只要喺呢啲承托帶出現有效承接，特別係鏈上出現大鯨魚回補掃貨信號，恐慌反而會變成下一段升浪嘅燃料。同時要警惕以太幣周線 MACD 轉紅所帶嚟嘅下行風險，以及山寨板塊持續嘅拋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